现在请本堂的陈启峰牧师来为我们讲为永生15操劳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从神迹看到你的身份，看到你所要给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的恩典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四福音都有记载的耶稣的神迹，就是耶稣使用5饼2鱼使5000个人吃饱，而且那5000个是男生。然后呢，约翰跟马可这2个福音有特殊的写法，他们都在耶稣的增饼神迹接着就描述耶稣他步行海面的神迹。然后呢，马可到这里就换了主题了，而约翰呢却继续发展，发现他们这一些人来找耶稣别有动机。然后呢，原来是那些经历增饼神迹的群众，他对这个滋味念念不忘，因为当时的人要能够吃饱，实在是很不简单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所以他们说：哇，有耶稣同在，那不必劳苦就有饭吃，太好了！他们好渴望说：耶稣啊，继续行这个神迹吧。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经济的弥赛亚，经济的救世主。可是毕竟神迹已经结束了，本该曲终人散，各自回家。但是却有一些人，他们不死心，他们能锲而不舍地赶到湖的西岸，跑到迦百农去寻找耶稣。可见这一些人不是那么简单，只是为了吃饼得饱。他们发现他们有比吃填饱肚腹更重要的、更远大的目的。那是什么呢？这一群人是来自提比利亚。提比利亚这个城市的政治意味非常的浓，因为那是分封王西律安提帕他所建的城。他那时候是加利利的分封侯，他为了谄媚罗马的皇帝提比利亚，提比利亚就是暴君焚城录的那个尼罗王，那个暴君尼禄。所以西律安提帕就建立了一个城，然后以凯撒的名字为名，表示来谄媚他。然后呢，他不止谄媚，对犹太人来讲都很伤痛。一个我们自己的分封侯那么没有格，去谄媚那些外族人来欺压我们。结果安提帕更强烈的用铁蹄暴政来对付自己的同胞。他甚至杀死了当时公认为上帝的先知，就是施洗约翰。后来同一个西律安提帕把耶稣送上十字架。所以这一群从提比利亚来的乡亲，他们不管是亲眼目睹神迹，或者其实有很多人听闻神迹而来，他们都来找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起西律安提帕就很气愤。他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现一个除暴救援的盼望来了。这个他们一直在祷告仰望的一个弥赛亚，民族救星来到了，这是复国的机会。所以刚好这是犹太人一直在期望说，在我们在生之前必可以看到上帝的弥赛亚，而这个弥赛亚能够解决粮荒，满足肚腹，必然能够成为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，来解放我们民族脱离罗马的铁蹄统治。所以他们不只存着肚腹的动机，也存着复国独立的动机。耶稣呢，没有附和民众的想法，他没有，他说觉得你们只看重肚腹跟看重地上的政权，你们忽略了最重要的。他就讲了一个大的道理，就是生命粮的故事。那因为这个道理很长，所以我们主日就分成4段，连续4个主日，
我们来读，今天是6章22节到40节。那耶稣用对话的方式，4次对话的方式来组成今天。他第一个对话就是这些人找到耶稣了，然后呢，他们马上问说：“拉比，你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耶稣就回答。其实耶稣的回答你如果读约翰福音，你若发现耶稣每次回答话都答非所问但是呢是针对问题的核心。举个例子，那个尼哥底母说：“师父，拉比，我知道你是从上帝差遣来做师父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是拉比，是教导圣经的，你是做师父的，你要教导我们更多的知识，我们就可以进天国。”耶稣说：“人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”他听了说：“母萨撒，我问的是你要教导我们，结果你说不是知识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，生命要重新生一次。”这样了解吗？耶稣每次讲话对话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指导问题的核心。然后耶稣就直接的、坦白的跟他们讲说：“我已经逃避你们，你们那时候要拱我做王，我就是不要，我逃避你们了，你们还来紧追不舍。其实你们要的是吃饼得饱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。”耶稣基督说：“我要把这个给你们。”哇！他们听了受不了，他们就来一个第二次对话了。他说：“如果要得到永生的食物，无功不受禄呢？无功不受禄呢？那我们要做什么才做神的功呢？”他的意思就是，那个做神的功，这对话是复数的，意思就是你就是摩西，你要给我们律法，好来取悦上帝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要做哪些功？你告诉我们，一件件排列出来，我们来照单全收，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的食物。耶稣说：“不是，你要信上帝所差来的，就是做上帝的功，是单数。”这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讲解。然后第三个对话，他说：“好啊，要我信你你可不可以行更多的神迹？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信你？”他们明明吃够5饼2鱼，他们看到了神迹，可是你会发现，他们胃口被撑大了。他们不只要这个神迹，你说永生的食物，好，那你行什么神迹，使我们永远都吃的都饱？意思就是，然后他就举例子了。我们的祖先摩西，他用玛拉呢，他祖先摩西把玛拉赐给我们呢，那我们就天天吃呢。你用什么方法，行什么神迹，让我们也天天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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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天有。比玛拉更大的神迹。耶稣就矫正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拜托你们啦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摩西给的，那是上帝给的。然后呢，我要给你们是从天上降下来，而且是吃了永远得到永生的食物啦，不是像那个肉体你们吃的那个玛拉的那一代的，还是死的嘛。玛拉只能养肉身的身体，我要给你们养的是除了肉身身体以外，还有灵性的身体，永恒的身体。”哇！他们都听不下去，才有第四次的对话。他说：“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第4个对话说：‘主啊，求你把这个赐给我们。’耶稣说：‘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’好，我们从这段4个对话以后，我们来反省。我们今天只反省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神迹到底是什么意义？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不少的神迹，那个神迹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记号或者路标 sign。所以不是要准确的记载耶稣的生平，而是借着神迹引导我们进入信仰的深处，然后能够领受更深的启示，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。就好像我们看地图啦，你看地图跟路标，就在那里看，在 Google 这边看，请问你这样光看会不会到达那里啊？不会呀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活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，他以为这个就保足了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个人那一个如何运动，他就看着如何运动，点下去就运动，他就看运动，他以为这样运动他就运动了，其实他根本没有运动，他只有心动而已，很紧张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就有这个虚拟，所以神迹的目的不是神迹本身，就好像路标跟记号的
那个不是路标记号本身，是要引导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们大概都懂。如果你看了平居二的歌仔戏啊，看到拿一个棍子有须须的，你说干嘛？杀鸡这个锤啊，他妈火刑不塞龟？不是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骑马啦，对不对？那而且他还会唱歌，心来走来去啊，一路忙路走来去，我觉得那个音跟配起来还唱啊。如果这样呢？大家看得好紧张，为什么？那是千军万马，那个记号是引导我们进入整个剧情，进入了解那个剧情的意义。OK， 上帝的神迹是要我们看到背后的启示、属灵的意义，不是局限于吃饱肚子而已啦。所以耶稣就揭穿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呐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就是为了肚皮而已，好可惜啊！你们的人生都层次都用在吃饱，而不是灵性的层次，不是上帝要给你们的救恩。哇，就好可惜。我这个时候想起魏德凯牧师，他以前在教我们，他以前在四川传福音哦。他说人家都说四川人哦。”请客婚宴请客多澎湃呀，他就好感动。可是他吃了10次哦，都很痛苦。他跟我讲说，四川人怎么请我吃饭呢？席次开6点半，我就准时6点半去，结果吃到8点了，只有吃到那个瓜子，吃了瓜子。他说我连去10次，每次都只吃瓜子，回了饿肚子来，接着要去讲道。他不晓得瓜子是前菜呀，6点半多8点才开菜，开菜以后带都出来，结果他以为准时时间内吃的差不多了就走了，哪里每次都吃瓜子？而且不是了，那瓜子是要大家联谊啊，你来啊，什么吃了大家暖场啊，最后正菜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，他说没有啊，我们最后都吃那个丸子啊，那个丸子代表团圆呐。还有吃鸡呀，吃鸡呀，吃鸡假鸡凯 K K 啊，我都有很多象征意义。他说我都没有，只吃到瓜子。哇，这个是他们这样子看吃这个太可惜了。好，所以耶稣基督要提升他们的层次。那个马斯洛说人性里面最低层的层次是吃喝衣食这些，更高的层次是。我除了这些以外，我可不可以得到安全感？安全的层次。然后在网上呢，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群认同的团体，彼此的相爱，互相的支持，彼此的分担？在网上去呢，我可不可以找到爱的对象，跟人有亲密交流？再上去是自我实现。那马斯洛是人性理论里面的那个，现在新的理论说马斯洛不完整，人还有艺术的美那一方面他都没有，人还有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做他的最高层次是 self 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。可是很多人不是自我实现呢，像 Mother Teresa， 他是舍己去救人，去帮助人，这个不是 self actualization 呢，这个是 Christ actualization， 是彰显基督、活出基督、荣耀基督，这个比自我实现还更重要类似这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不要只停留在吃啊，而且还要吃得饱饱了以后还要一直贪婪。你们要提升你们的层次。”耶稣基督十分明白人性的软弱、短视，而且喜欢追求眼前的利益，极少把他的生命聚焦在属灵的事上。所以耶稣挑战他们的视野，要他们超越肉身的领域。所以。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34节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所以他挑战说：“你们也跟从我，来做上帝的功，进入更深的旅程。”真的。所以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早一点如果退休我们更多人出来做主的工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很多出来。好，耶稣没有说肉身的需要不重要，他向听众保证说：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，你们一切所需用的，天父都已经知道，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所以我们
有先后次序的，有优先次序，有重要的。你不要把精力只花费在那个肉身的粮食上，那个上帝会照顾你。但是满足肉体的需要真的很有吸引力，因为我们都很渴望啊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，你们都住豪宅啊，可是我住的是豪宅啊，你们开的是那个面组的啊，我开的是台湾面组。我说台湾也有面组，没有玉龙的啦。啊，你们开的是什么价格的啊？我开的是派 T 啊。我说哪有车叫派 T 啊？庞蒂克了，他派 T 克叫派 T 啊。我都还比来比去。我们希望有更美的豪宅、更短的工时、更高的薪酬、更多的娱乐，这一些都是小确幸。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更美的，更美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他那一位创造以前就存在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，一直活着，人现在活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他就是成为肉身的道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要让他们认识我，所以他最后直接直白的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把自己启示出来了，所以耶稣要我们跨越这个层次以后，超越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。真的，今天这世界有很多人活在赤贫的当中。我们知道全世界有1/4的人是活在饥饿状态之下，然后呢，其中有1/3是晚餐没有吃就去睡觉了，饿得要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年全世界生产的粮食有1/3是白白的浪费掉，真的。每天你看台北市，我有一阵子就是到食物银行去送，我甚至跟卫理女中强调说，你们的午餐可不可以留下来，我们放冰箱，我们给那个外籍生尤其有几个侨生，我们以前想的侨生都很有钱，现在有的侨生是很那个，还有那个比较偏远的来，你们知道吗？大部分都不愿意。解决饥饿跟贫穷不是靠增加财富啦，不是经济增长啦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财富，分配粮食分配不均呐，因为少数的资源被垄断了，然后呢吃了就剩了丢了，好可惜。那我们把那些食物银行的东西拿来给这些人，他们一看，每次都这个他就不要了。我觉得好惊讶。我记得我妈妈把那个粽子寄给那个教会寄了200个300个，结果每一次来吃的人都说只有这种的每个都这样，免费吃的还是只有这种的。所以我们的问题不在这个，是在我们心灵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。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是这个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来了解一下，除了这个神迹以外，我们来看第二信这个字。那个群众说：“你做什么？我们要做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工？”那个希腊文叫 “elga”。可是耶稣说，信上帝所差来的，就是做上帝的 “elgon”， 单数。这一问一答都出现了工作，但是希腊文有单复数之别。犹太人的心态是想说，只要完成律法上所有的要求，就是做上帝的 elga。所以耶稣就是摩西，像那弥赛亚，所以像摩西那样颁布律法。所以我们只要靠行善，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，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可是耶稣说错了，永远的生命，人再努力都没有办法，真的。那永生是上帝的恩惠跟恩典，人绝对没有名分，也没有能力去争取。人是有罪的，是必死的，怎么达到永生的境界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的道教强调那个臭皮囊，那个长生不老。
儒教强调的是三不朽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这些都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去做的。而耶稣基督说不对，是上帝决定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我们怎么做到呢？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信就是去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打开我们的心灵，去接纳上帝所启示的，去接纳上帝所赐的救恩。人如果封闭自己的心灵，不信、不接受、不领受，他就不能得永生。换句话说，信就是接受，这就约翰福音1章12节开宗明义所说的：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我们怎么接受声音呢？用耳朵。我们怎么接受那个气味呢？用鼻子。我们怎么接受食物呢？用嘴去吃。那耶稣基督说：你们会吃我给你们5饼2鱼，给你们吃的时候，你们会用口接受。我讲到的时候，会耳朵听。那你们可不可以再接受一个更高层次的，就是接待我耶稣啊？其实呢，那个约翰福音1章13节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肉身生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肉体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上帝是灵，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灵，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。那耶稣在讲的时候，他们听不懂。那现在我们知道，耶稣已经死了、复活了、升天了，他在天父的右边，他把他的圣灵差遣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要接受他。换句话说，接受耶稣是基督，是先知，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语，把他的话语丰富的藏在心里，照他的话去做。接受耶稣基督是祭司，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，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住在我里面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是主，我接受耶稣是我生命的主。好，耶稣说这个最重要，你信耶稣比你做工更重要，因为信了耶稣了以后，你就听上帝的话去做啊，这两个不一样哦。来，请注意，基督徒跟慈济差别在哪里？慈济做了那么多很美的善功，的确非常的令人感动跟敬佩。可是他们认为我做善功就是种福田，我种了福田以后，第一阮好子孙哦，饲大猪、赚大钱、生后生、中状元，都是种福田，我会福慧双收，我儿女就很有智慧，就可以读书，就可以考上什么什么，都是这一类的。可是基督徒也在种，也在做，那基督徒差别在哪里？基督徒是因为我信基督，我领受他无条件的爱，所以我就以爱还爱，我是感恩以恩报恩。所以基督徒不是为了做善功赚救恩，而是已经得到救恩了，然后感动去这样子。来你想一想来，如果夫妻用恩爱说我们两个真的能够上帝配合的彼此用恩相待，存对方的恩惠存款，还是说我两个昂某小欠债，我的精是欠你的，我你糟蹋的，都是这样子想法怎么办？了解吗？我就劝你的，好了，还债啦，还债啦，咬紧牙关啦，被你欺负了啊！帝王说我还债呀，两个人相咬相吞，这怎么是对呢？恩典出发是觉得我越做主的工，我就越谦卑，我觉得是上帝给我恩典越大，而不是说我高高在上，我种福田，我救你，我施舍给你，我布施你，这两个差距太大了，动机是完全的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这样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就发现信上帝所差来的，信了耶稣，信了他的救恩，信他的话语，这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，不是吃饼得饱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来看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来反省下来。耶稣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，所以他跟摩西他就矫正说：对不起，你们这些人说要我像摩西一样变东西给你，
你们错了，不是摩西给的，是上帝给的。摩西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，像先知一样啊，我不一样啊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，以利沙在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上帝啊，我奉主的名求你医治他，主啊，你怜悯他，医治他？啊，请问耶稣医治呢？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那就洁净了，了解吗？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有没有说天父啊，求你帮助拉撒路复活啊，让他出来啦？什么的没有啊？耶稣不用求天父，耶稣直接说拉撒路出来，了解吗？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季志文牧师，他说还好耶稣没有说死人出来，不然全世界死人都出来了。还要他只讲拉撒路而已。好，那耶稣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就是上帝。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带来救恩呐、肉体的吃了那些玛拉的还是会死啊，真的啦！吃了耶稣基督了就不死。所以我们下礼拜李牧师会叫他讲解清楚，因为耶稣基督讲的都太多象征了，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说我的肉可吃，我的血可喝，哈！耶稣啊，你要我们吃人肉叉烧包人肉沙西米那怎么可能啊？其实那是象征啊。好，耶稣说我是那个粮，生命的粮，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个emi ego 的希腊文，就是我是耶和华的意思。我是上帝差遣来的。你们在旷野亲自看到神迹，吃饱了，不再受饥饿了，还有很多病痛的人得到医治了。这一些你们领受了耶稣的恩惠，可是耶稣要给你们的是更大的恩惠，那是永生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与上帝和好，成为上帝君尊的儿女，成为上帝君尊的祭司，成为上帝的小先知，成为使别人因你蒙福的人。哇，那个身份地位更尊贵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要把这个尊贵的生命给他们，把伟大的救恩给他们，把人生最深的意义给他们。这些东西都给他们。结果呢，他们说我当做什么？这是两码子事啊。救恩不是我要为主做什么啦，而是主在我身上做了以后，我就感恩回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，神迹引导我们认识耶稣是谁，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。信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，委身给他，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全世界还大。住在我们里面的，保罗就说，耶稣是先知，所以我们丰富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。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，十字架的救恩，所以我们知道主为我们而死，我们要为他而活。这也是整个那个圣餐的意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真正的信靠你，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，也帮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胸，敞开我们的心怀，接受你做我们的生命的主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夫子，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的先知，成为你百般恩赐的管家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